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花莲马台安溪的顶游，因为大规模来放车，形成一个放山湖。花莲县政府召开着跨乡镇紧急的应变会议，邀请受影响的乡镇长甲村里长来参加。讲明仔早起要强制来撤离，请当地乡亲做好准备，大约要来撤离690个人。 美丽放山湖是伫威拍风台时，花莲马台安溪上游国有林地发生放山地势挡着水路形成的壮观景致。因为杨里风台接近，就惊讲会变逼。花莲县政府昨开跨乡镇的紧急应变会议，今日办说明会。土石下来，尤其我们这边比较低洼，可能会很严重啊，所以我们一直希望说相关单位啦哈，相关单位一定赶快把那个处理得让我们放心啊，不然每次来我们都是很紧张啊。可能会影响到的乡镇长甲村里长第2摆出席研究应变的作为，为了确保水尾居民安全，上紧2明仔早起会强制撤离。本来是到10月份才会议题出来的，可是怕台风一来了，怕如果明天来就麻烦了，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开2场的地方的说明会，我们预计明天早上可能开始在撤村了。今天先把这些重要东西物品啊，先把它集中再放在身上了。 林业保育署的人员顶礼拜已经到放山附近按检测的设备严密的监控，目前敢若国福乡道3个村爱撤离，总共7个村将撤离。保全的对象有690个人，希望讲会当将损失降到最低。对了，村民嘛，希望讲游客暂时莫去，其他观光景点也有游客。现在我们人就在花莲的七星潭，可以看到天气状况是非常的好。不过，其实从今天晚上开始呢，这个风不只会增强，还有这个浪呢也会增大，所以是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的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呢，现在有一些民众还是在七星潭这边欣赏这个海景哦。 因为杨柳风台毕竟会为东部来，尤其伫海边啊、甲沿海的所在，咱暂时莫去，才会当确保自身的安全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